我们之所以可以放心去实践信仰，分享给咱四周围的人，是因为咱有真侪的稳定，这拢是对上帝来。所以最后甲大家分享，这个祈祷会当是咱为着家己的困苦求上帝怜悯的祈祷。这个祈祷也会当是咱为着四周围受困苦的人的祈祷。这个祈祷搁较会当是咱教会为着世间人需要上帝的帮助的祈祷。愿上帝纪念也应允，咱为着困苦生命的祈祷，咱三甲来祈祷。毋甘人伫困苦中找袂对路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透过雅比斯的人生甲祈祷，互阮知影，阮通就近你，因为你顾念阮所拄着的压力甲捆绑，求你透放阮的艰苦。互阮伫主耶稣基督内面看见你的公义甲疼痛，愿你的教会学亲像耶稣生命的款式，对人有宽容的心，也愿意接纳甲家己无相款的人，也有为公义勇敢去行做的信心。献神求你帮助阮的性命，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顶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